本影视圈学校戏剧20年，阮记成，还想大家接伫学校戏剧就看落去，可能艺业的命，五季确实是良好嘅演员，去本地迄风靡世界，迄样的变做一位电视剧嘅演员咧，今日我来大家来打做一下。上台北读文化大学美术系国画组，然后学校参加话剧社都没有在画作业，然后就下课就跑话剧社。在剧场，我想要做一个创作，然后我就想要用客家话母语来描述外公迄用班对新竹关系都台东路野。那个时候，结果我演的时候，我发现我客家话只讲得出3句，然后后来就用国语就整个把它演完。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以为我客家话很好，因为在家里面，屋卡有朋友啊，有亲戚，有隔壁邻舍来，我全就会听啊，不过讲嘅时间就冇安徽讲嘛。这个是我头一次感觉到说，我自己的母语，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在想说，我的母语应该要把它捡回来，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件事情呢，一直放在心里面，然后到35岁的时候，剧团收起来了，结束了，然后就开始到客家电视台拍片嘛。对呢。阿凤，那个，嘞。跟洪翔跟尹欣他们在一起拍那个片，是从年轻演到了，从高中生演到那个头发斑白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大概那个时候心里面的想法就开始起来啊，就觉得说，说不定可以一边工作赚钱，一边把客家话捡回来。对，当时是蛮有想的啦。哎呦，你会做嘛该啦？来啦，爸。啊？现在啊？等一下你就跌啊，来。你啊贵钱呢，贵水水的，算来嘛该死嘛，啊？讲不认敌啊？没啦，等一下你就跌啦，来啦。等一下，等。那个我感觉不太好。那个客台第一次，从年轻演到爸爸之后，后面几乎都演爸爸了，全就做阿爸呗。我这家又冇讲生意呢，就给你做阿爸吧。除了对花生过敏之外，还有其他的食物吗？有。只要不碰到花生，其他食物都没有问题。哦。
医生，请问一下，他现在是需要打针吃药，还是要住院观察？请问您是他的？我是他爸爸。哦，怎么了吗？没有啦。其实像他这样子年纪的小朋友，都是父母代为解释病情，很少有小朋友对自己的病情这么了解，比较特别。医生叔叔，那是因为我比较独立啊，我不喜欢爸爸妈妈管我太多，所以才会对自己的事情这么清楚。一起去乐园，那一次就比较特别，那一次是讲主要是小孩子观点，然后是3个家庭，对，然后那一次也是要演父亲，然后哇那个戏感觉就还蛮有趣的，我觉得要从小孩子的观点上面去看，然后爸爸妈妈在小孩子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一次演父亲的感觉让我比较有感受啦。房条甲，嘿嘿嘿，今晡日献衣过来，系有欠事情，想让你参详。那要变土地狗了。碰了茶具了以后，我实在来讲有点太过兴奋，对吧？就是那个拍客家电视台那么多戏，还是拍了那么多年的戏，头一回用海陆拍片的，你知道吗？根本不可能跟你讲给全就安用，所以我就很期待，其实一直在等这个茶金这个戏，然后到拍给时间呢，可能有点太过兴奋了，所以那个做了很多那个喜剧拍的东西啊，所以金阳导演可能会觉得我非常麻烦，一直说，不要那么多，不要那么多。可是我在拍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个讲海陆这件事情，特别我就等很久，我也了解到说，可能用海陆这个语言来拍的这个茶金，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不简单呐、我们1年才1档2档的预算，然后每年都拿金钟奖这样子，对。然后现在从原本没有人要拍客家电视台的戏，到现在是大家是演员跟朋友还有这个圈子的，大家都会想要来进来客家电视台，所以一起做。我觉得客家电视台里面大家努力是很辛苦的，而且就这么有限的资源，然后又能够有那么好的成绩，实在我觉得不简单了。